你输了，安逸。土匪，我跟你比，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这场比赛，我们没输没赢。韩凯，韩凯，韩机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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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今天要上飞机呀！我不来找你不就惨了吗？哎呀，给我！快走啊！你还站这干什么呀？快走！韩凯，你最近心烦安琪的事情，弄得自己丢三落四的。我看呢，你先把那酒吧开业，让自己呢好有点事情做，心里也不会太难受啊。要开门得有老板娘，要等安琪回来，否则这店我是不会开的。哎呀，你别等了吧。小倩，怎么办？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让那3个讨厌鬼退训。你真笨，你还真的想让我来想啊？那最近忙着念书嘛，使坏已经不太中用了。哎，让他们生病，我们可以弄一些跳蚤，放在他们3个人的寝室里，让他们得传染病。哎，好啊好啊，这个主意太好了。可是，上哪儿找跳蚤啊？这简单呐，我们可以到外面去找一只赖皮狗，它身上准有一窝的跳蚤，到时候我们要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不太好吧？不好，那你来想啊。啊，这主意很好。姚倩啊，是不是有点危险呐？这有哪门子危险呢？姚倩，你想啊。跳蚤我们看不见，我们要是带回这屋子里来，只怕没有传给程峰他们，我们这儿已经传了一大堆了。也是哦，我们房间香香的，又整齐又漂亮，这万一要是有了跳蚤，可就真麻烦了。哎，要不我们在他们饭里下泻药，让他们拉肚子。你可真够天才的，谁说拉肚子他们就要被退训的？搞不好啊，他们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好好的休息几天。我们天天在这儿上课，累得够呛。哼，凭什么让他们享福啊？对啊，像我，累得都快打瞌睡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？办法没想出来，瞌睡先打起来了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哎，看看。给我想，想不出来啊，不要睡觉。你们干什么？吵死了！哎，你们2个烦不烦？明天还要考试呢。别打了！你没看《呼兰》啊？考试延期了。什么事啊？总公司派人来带我们参加特殊训练。哎呀，这么说是要到校外去了？对啊，听说还有一个实习机舱呢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打我！看我也要加入！别跑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进行迫降训练。迫降训练是所有的课程中最艰难的，整个过程请大家务必要小心，只要一个不注意，随时都会发生状况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教官。再次提醒你们，懂得保护乘客，也要懂得保护自己。好了，现在分组上课。大家记住，越是处于危机时，我们乘务员必须更加镇定。太慌张的人，我是不可能录取他的。状况1，本机车轮的部分发生故障，
决定跟地面进行联络，决定用机身迫降在青岛机场。现在飞机即将降落，缩紧下巴，双手抱头，两脚紧紧放在地板上，将手抱住头，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稍微缩小，顶住前面的座位，这样在接受冲击第一时间内不会受伤。在接受冲击的第一时间内，请务必咬紧牙，腹部用力。状况2，迫降成功。由于机身剧烈摩擦，引起了飞机电线着火，冒起浓烟。请各位乘客继续坐在位置上，不要造成慌乱。报告机长，23G 位置发生火警，现在正在掌控中。状况3，机舱发生大火，现在状况无法掌控。请各位乘客远离火灾冒烟处，并解开安全带，随乘务员由逃生门准备逃生。大家从这边走，跟我来。从这儿走。等一下，现在机翼断裂，无法从逃生门逃生，请问乘务员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请各位乘客改变逃生方向，由前舱的逃生门准备逃生。请各位乘客跟我来，快点，快！程峰，下一步呢？带领乘客用安全的逃生门逃离机舱。那你们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哦，是。哎，请大家不要争先恐后，不然没有人可以活着出去。请大家放下